有外国媒体形容讲，台湾的交通是行路人的地狱。今仔有一个民众一直报纸刊广告，呼吁讲要解决台湾的交通问题，必须要严格执法。行政院是回应表示讲，这礼拜四会提出7档400亿预算的道路安全行动方案，望讲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，提升人车的安全。大大细致严格执法，这署名小市民是确定的民众伫各大报纸的头版卖半张的广告，呼吁相关首长爱解决台湾交通问题，掠掉交通地形标签，保障全民安全。方法真简单，就是全力贯彻严格执法，就应改变地形恶名。今天开始，也是5月22号，我们也要求各县市采取精致执法，也就是请6都以及彰化县人口数比较多的县市，择易肇事的路口100处。那其他的县市除了离岛以外，择50处的路口，针对路口的一个肇事的原因，加强来执法。其实为杜绝交通乱象，特别是厝地车无让人，内政部警政署为5月开始启动全国大执法，半个月以来，厝地件数超过14000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2.3倍。自日开始，阁要启动政治执法，要求各县市针对违规热点来查缉。不过，学者指出，执法只是短期手段之一，事故原因有真侪是因为路口设计无好，致使车一顿话都接近误人。另外，后地的设计也要重新检视。不让人呢，是因为我们路口本身的几何设计不好，所以车子接近行车线的时候角度不对。执法手段之外，工程还有教育都有很多可以改善。最近也在规划推动提升人车安全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呢，会在4年呢7年投入400亿的这个经费，来改善人车的安全。行政长陈建仁表示，最近台湾发生真侪件路人死伤的事故，让人感觉真唔甘。礼拜四，行政议会会提出道安行动方案，透过中央甲地方合作，提高人车安全，希望用早日将人行地角的歹名声给去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